Tahir，哎，Tahir，咋了？你上哪儿了？出来！你的马在哪里？马在家里。不是马，是骑马。骑马是吧？马在后面，你先去弄。骑马上山，快出来！好。Tahir，走。你的摩托车呢？天天骑我的马。爷爷不让我骑摩托车。下次骑摩托车过来，别骑我的马哎。别说废话哎，又不是骑你，骑马咋了？走。来，大爷，马放在这里。哎，走。这里也速度，大爷。哎，快！下雨了，好，快下冰了现在。哇，下风了，大爷，快！好，快来，装这个大爷来。哦，停了，走，继续接。孩子，走，去狗吃了。啥子嘛？拿上。你说狗吃的吗？大爷，你去把这个马放松一下，我去做饭。好，去。爷爷，我来了，带着给送。野送寂寞大了吗，孩子？就这么长了，爷爷，别吃饱了，给你做野送卷。好，孩子。孩子，你给切好了。来，放这里，爷爷。大爷，去上货。好。赶快加个货。爷爷，在外面吃还是家里吃？来年去吧，孩子。好。爷爷，走，回去吃。来，爷爷。哇，
哇，来爷爷吃吧。 这birlikte yine bu. Hey Tayyar. Sometimes I believe, at times I'm rational. I can fly high, I can go low. Today I got a million, tomorrow I don't know. Decisions as I İşte boksattı bu. fly high, I can go low. Today I got a million, tomorrow. 大爷，来反过来继续吃，上面还有。好好，这个盐酥你吃多一点儿，有吃有健康。Kalk haydi.